谢谢连长，谢谢指导员，谢谢我们杨班长。那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易子梦说你不参加排练，你这就是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的态度吗？连长，我查过了，非党员也能考学。啥意思？你那意思你不需要组织，不需要入党？不，我当然需要，我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但是连长，这几天我帮厨，参加营区清洁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不可能让大家都喜欢。我更不想委曲求全。你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不理解你是吗？不，现在大家都理解我，包容我，我都知道，我也很感恩。但是，是我自己还没做好。我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的成为一名党员，努力的去考学。我该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哪怕只是成功了一件，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怎么的？参加排练，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？它不对吗？连长，您说，不参加排练就不能入党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黄永军啊，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聊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没有参加学习新装备，你有情绪？谁都想学习新的装备，但我真的没有情绪。你呀，你是真年轻啊！我呀，我送你4个字：恃才傲物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想考学吗？我不签这个字儿，连长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这是军营，不是一言堂。向越级打报告是吗？方永军，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可以打这个电话。谢谢连长。走吧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战士连一定首当其冲，坚决配合好人员选拔，完成这次重大的政治任务。是。是。稍后再见。老吕，老吕，咋了？烦。生气了？哎呀，你生气了，这太可怕了。你不生气了，我再来啊。哎，
咋了这是？我生亡俊妻呢。我觉得啊，詹仁莲已经快容不下这个臭小子了。你没看见刚才跟我说话？嘴上啊特别顺着我，那心里边在那跟我憋着那个劲儿啊，我感觉就好像啊拿把小刀子在我那心上歘歘歘，一刀一刀在那怼我，在那刺着我。我决定了，他想考学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我也不同意呀。可咱俩不同意没用啊，人家考军校纯凭自愿，连里没有权利阻拦。我连里没有权利阻拦，我也可以写士兵鉴定报告，对吧？对。奇了怪了，我就不应该让这小子参加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。还有这杨万金，一个一个的啊，摁完这个按钮，立功受奖了之后，就给我打转业报告，想回家，白眼了。对呀，你说的这个问题啊，确实存在。不过这部队训练苦，留不住人很正常。随着军改的推进，军人职业化，咱本来就是个职业，那职业允许跳槽吧，很正常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别强求。以后啊，谁想摁这个按钮，谁想发射，谁想立功受奖，就给我写保证书。啥？保证书？对，你保证，你参加发射任务，立功受奖之后，你就这3，你这我10年之内我不打报告，转业回家。哎呀，这个你厉害的呀，那不成交换了吗？哎，我发现你怎么一生气这脑子这么糊涂啊？行，不谈这个了。跟你说个事儿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不是，出啥事儿了啊？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是不是好事儿啊？徒步方队，装备方队，自由录取，这不好事吗？多光荣一件事啊！激动了，我都想参加，真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开个班会，这不开也不行。人家都说了，3个女人1台戏，那咱卫生队就我们这3个女兵，那这3个女兵怎么就……报告班长，我不去主持了，让小磊去吧。报告班长，我不去。要去也要大家心服口服的让我去嘛。我心服口服啊！你听你这话讲的，明显就带着气儿呢。没有。行，坐下。你们这平时都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别怪我，平时对你们不够了解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排练，居然连个主持人都没有，这不让全连看咱们笑话吗？班长，要我说还是得你去。哎，同意。我不同意。我都说了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咱们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。这样，我们今天就做一个不记名的投票，行吗？现在开始唱票啊！黄田1票，钱磊1票，
最后一票。启全，这所以嘛，还是得班长去。班长，要不你去吧？对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不好带啊。185H 比185C 的起诉的速度是整整快了1倍。之前我们练习的抗干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培养大家的意志力。你们在战场上，其实会遇到很多嘈杂的声音。你们6个，起立，来，熟悉一下这个通讯站吧。欧师呢？班长，你吓我一跳。想学啊？那我就跟连长疏通一下。不用了，我都疏通好几次了。连长这一次啊，脑回路是短路喽。那你还是不想学？我真想。我要不是怕受纪律处分，我都想在发射车上装一监听器了。咱们连长啊，是吃软不吃硬。这次他是软硬都不吃。哎呀，哎，金钟罩，铁布衫，是防弹衣。就算是防弹衣，这防弹钢板的接缝之间呢，用针也能插进去。本来选班长是个好事儿啊，可是你们几个小子这一出事儿，别说连长不高兴了，就连我们几个老家伙，你知道啊？班长，跟你说句实话，也担心干不好。想退伍？真不是，我想留下来好好的干，提干、考学，我还有一个巨大的梦想，还没圆梦呢。什么梦啊，那么大？保密。告诉你啊，你的那个梦，也是我们大家伙的梦。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，老狼现在住院，老王整天在待机库，现在就剩下我和老陈了。我们有心再推荐一次你当班长啊，想不想干？班长，不是我不想当，我要当，我就想把它当好，我就怕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就上学去了。那么有把握？肯定能考上？哎呦，这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本来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哎，班长，你别说一般就走啊。阅兵村，想去吗？阅兵村。同志们，选拔程序旅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补充2点。这次阅兵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场面最大、意义最深远的一次阅兵。我们参阅的装备大家都看到了。作为火箭军的一名老兵，我骄傲、自豪、振奋、激动。那既然是我们军种选拔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选拔的标准提高，增加强度和难度，优中选优，选最王牌的班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270旅送往阅兵村的每一名士兵，在阅兵村的选拔赛中零淘汰。零淘汰啊，同志们！这就是说，我们270旅的每一名士兵必须要走过天安门广场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所以，宁缺毋滥。同志们，
这是我们270旅的脸面，也是我们火箭军的门面。可是这里问题很多啊，在选拔时间的这个档口很微妙。老兵要走，新兵能不能够盯得上？老兵走之前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传给新兵？老兵又能不能把好选苗育苗关？这都是问题。我们火箭军现在越来越高科技化，我们送去受阅的每一名士兵，每一套装备，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出现？是老当益壮，还是朝气蓬勃呢？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擦亮双眼啊！回来。行了啊，我懂，我都懂。你呀，就是想多了，把心放肚子里，没人告你状。现在这兵真敢有点事儿就往吕首长那捅。我把电话给他，他真敢打这个电话。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吧？就是想多了。我没想多，你看看政委刚才说话啊，看着我那个指向性多明显，那不就说我呢吗？操！哎，人家指向性哪儿明显了？行，你要心中有这个疑虑啊，你问政委去，人家肯定会说，那个我说话的时候总得看着点哪儿吧？你咋办？尴尬了，老尴尬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别整得和那契诃夫笔下那小公务员似的。你今天有问题啊！欧阳俊这个兵，那心劲儿赶上将军了。现在想想啊，还是小卓的可爱啊。喂，121，121，12，是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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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是你就是你，少废话，有事说事。下午就连排了，我再来跟你对一次节目单。话说你们那个节目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说多少遍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有伴奏，没排练，人也不齐，没底气，你懂吗？哎呦，人家都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，多才多艺，能文能武。你少拱火了。我还真不是来拱火的，我是来撤火的。现在连艺情小学都不来了。啊？刚刚接到电话，全校接到邀请，去北京录制一个希望工程的晚会，全校都去了，就校长一个人来。校长一个人来？那校长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好像说是一个叫梁诺老师带队去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小罗，什么东西啊？废话。干嘛呢？在那扭扭捏捏的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，梁洛要是不来了，你会不会很难过呀？不会，这不有你在吗？也对哈，梁洛不来了，幼不幼稚啊？真不来了？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说是带着学生去北京录制一个希望工程的节目去了。真不来了？真不来了？你别笑啊！你最好憋着别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行啊，李元邦，我发现最近你这演技有长进了，现在都能憋着不笑了啊！哎呀。
知道了，没关系。那你注意身体啊。嗯，拜拜。那会儿再晕就糊了。我没事。那话怎么说的？计划赶不上变化吧？我理解。你看，我也在部队当兵。他也忙着支教的事情，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的，对吧？我们俩难理解，没事。赶快去排练去吧，连长催得急，走吧。你们俩先去呗。我熨完裤子就去，啊，先去。走吧，排练去。行了，知道你心里难受。走了，别排练去，换一心思，啊。哎，你们看看，前边风景多好啊！啊！哎，走啊你！好。不行了，太累了。哎，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。啊，歇会儿。等会儿。啊。来，你坐会儿。哎。哎，慢点。我这，康队。来。怎么了？我这脚疼死了，一定磨出泡来了。应该快到了吧，康队？这还有多远呢？哎，我看看，还有15公里。啊，还15公里呢。啊。康队，西蒙这脚不行了，你还是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一趟吧。我看前面路都挺平坦了，基本上没问题的。康队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已经通知人家不去了，人家现在另有安排。我们呀是去送惊喜、送慰问，人家正在忙着训练。我们呀，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还叫文艺轻骑队？轻骑队正装备，这真是，实在是路太远了嘛。嗨，别废话，大家啊歇一会儿啊，喝口水。我看这路啊，咱们天黑之前能走到。明明可以坐车，非得走路。说什么呢你？啊，我说啊，明明可以坐车，非得走路，这就是我和明明的区别。出门。走。指导员，让我当主持人啊？怎么着？让我去啊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有主持过，我还是当一个观众比较好。家主，我和连长呢，本来想的周全，让你们4个人出一个节目，就是想看看，把你们4股拧合到一起，能有什么意外惊喜。哼，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啊，都是意外，全是惊喜。哎，我就很想问问你，这大学同学之间怎么能处成这样呢？各种问题，
各种意外，各种推三阻四。指导员，这各种问题、各种意外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是和你没关系。那梁诺和你有关系吧？我是想让他来，可是他要去北京录节目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坦然接受。真的是坦然接受？真的。好，觉悟不错。那这次当主持人就是命令。哎，指导员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可没有啊。小周，我跟你说，严军刚告诉我，说这个卫生员里啊出不了主持人。这连长呢，对欧阳俊、易子梦、林安邦也指望不上，只有你。这次啊，是咱们战连挑头，旅长都来了。你要是再拒绝，那我和连长这个初中就算打了水漂了。我也看出来，还是吕征的话比较好使，我让他来和你谈谈啊。哎，别，我不想跟他聊，我跟他说什么也没用。那你这次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夏卓呀，连长说了，说关键时刻谁都指望不上，只有你。目前看来啊，你最合适。加油啊！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一眨眼，我们到了迎来2018年岁末的时候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战刃连全体官兵在旅党委的监视领导下，圆满完成了本年度我旅既定的各项作训和演习任务，成绩优异。接下来第一个节目是由发射2连的女兵演唱的《强军战歌》。校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下点雨路滑，我摔了一下，这手搁那。哎呀，赶紧去卫生队吧，我送你。不，卫生队我认识，我自己来。好。可能稍微有点疼。没事。嘿，赵校长，您放心吧，这只是个皮外伤，等到时候我给了您消炎药，您一定要记得吃啊，这样防止伤口感染。好，谢谢姑娘。您看您还客气上了，这虽然不是334，改到270，可是这儿永远都是您的家。说得对。等一会儿弄好了，咱们就去联欢会。好。哎，对，姑娘，那个你上次你跟我说了一嘴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严义斌。你爸爸是不是也当过兵啊？是啊。你爸爸在咱们基地医院，你爸爸叫严学农，对不对？战友们好，我叫赵毅，是咱们义清小学小学校的校长，也是一名老兵。我是个东北人，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，就在咱们部队。当时征兵的时候，我以为这第2炮兵那就是
就是炮兵部队呗。可是当地的那个武装部的同志跟我说，2炮那是导弹部队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个部队。哎呦，我一听是吗？我赶快就跑家去了，就跟我爹妈说这事儿。爹妈也非常高兴，说这部队你也得去呀，这多好啊，导弹部队啊。说起码这部队你遭不着什么罪啊，受不着什么苦啊。这打起仗来也不用上前线，电钮一摁，导弹就出去了，10多分钟就解决战斗了。说这兵儿子你必须得当，而且必须当那个给导弹摁电钮的兵。后来我就到了部队，往连里边一分配，我傻眼了，这哪是给导弹摁电钮的兵啊？这是建基地盖房子的兵啊！我不怕战友们笑话，我当了5、6年的兵，我连导弹长啥样我都不知道。那是80年代，那个时候咱们国家还很困难，可是咱们国家有战略眼光啊！就在那种条件下，咱们国家也要咬着后牙槽发展导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有了精良的导弹，咱就不怕别人威胁，我们腰杆子就硬，就有底气。这说起来了啊，就当年我们给导弹建基地这个工作，其实真的很艰苦，也很危险，因为那个施工的环境很特殊，都在大山里边，天天我们要和炸药打交道，要打眼放炮。那是20多年前的4月18号，那天是星期六，我们在33号竖井施工。那天放完炮了，大家觉得没事了，下井吧。可是没想到，突然间地质塌方，山体滑坡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连竖井带设备带人，全埋里了。11个战友，我的11个兄弟，就永远的留在那儿。咱们卫生队的严一兵护士长，他的父亲严学农，就是当时我们卫生队的队长，当时我们一块儿抢救受伤的战友。没办法，我们无能为力。这段经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偶尔总到咱们部队门口来卖货那个姑娘，她叫崔小璇，她的亲生父亲叫崔宝成，是我的班长，也在那天牺牲了。我们11个兄弟，就只有这一个娃，我说啥也得把孩子养大成人呐。我不能走，我得留在这儿。我要走了，我这11个兄弟多孤单呐！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回过东北老家。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们，有的时候啊，梦醒了，我就赶紧把眼睛闭上，我想再回到梦里边去，因为只有在梦里，我才能见到他。后来我就转业了，就到咱们这义清小学当了校长。我这文化水平不行啊，愧对校长2字。我们这学校啊，在山上，交通不方便，孩子们大多数都得在学校住宿，那个条件呢太艰苦了。哎呀，孩子们跟我遭了不少的罪。为此，
有好多爱心的人士就给我们学校捐钱呐、捐物啊。我们现在的新建的这个学校，就是用希望工程这个爱心捐款的钱建起来的。这个捐款人就是咱部队里的一名普通的战士，他的名字叫夏卓。我在这里，请战友们允许我借用这个机会，当面向夏卓同志表示我的敬意。请夏卓同志走到舞台上来。夏卓同志，我代表我们学校的全体老师，还有所有的孩子们，谢谢你。我也向在座的首长和全体战友们说一声谢谢。在梦里游荡，星星在窗外眺望。已是更深夜阑的时候，我天兵进入了梦乡。没有梦见慈祥的妈妈，没有梦见心爱的姑娘。康队长，感谢你们，这次辛苦了。谢谢你们，别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一路平安。好，我想跟子梦说2句话。啊，好。昨天啊，你唱的那首歌太棒了，肯定会在咱们火箭军传开来唱的。如果再接受一下系统的训练，我相信过2年去参加比赛，你一定会一举成名的。我想调你进演出队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你放心，你们指导员啊，已经答应放人了，你的年限也快到了，我非常非常期待你的加入。想清楚了，给我打电话。李子萌，2年了，你一直说自己怀才不遇，现在伯乐就在你面前，珍惜机会啊！不用了，谢谢您的肯定和表扬，我肯定不会放弃创作音乐。但是我想，在我以后的生命里，这些都是伴奏。我是个号手，王牌号手。我的岗位在发射架下。哎，哎，回来啦！我都能猜到，你刚才在指导员和利剑文艺轻骑队那儿说了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们俩肯定猜不到。怎么说？我说的是，我有2个兄弟，一个比一个不着调，
一个比个二啊，真是无奈，交友不慎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交了2个兄弟，一个呢就喜欢唱一些不着调的歌，另一个呢立志要成为一个小卖部老板。我呢也有2个兄弟。行了，你别说了啊。哎，你那2个兄弟不一定把你当做兄弟。哎，别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认真的啊。我这2个兄弟吧，一个放弃了坦荡星途，一个放弃了100万大奖。我呢，我应该干点什么呢？我要驾驶着发射车，代表咱们火箭军，在2019国庆阅兵的时候，通过天安门广场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。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向前冲！